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天山人谈真相》节目，我是范哈图邦唐的搭子。今天是7月19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中共在东托吉斯坦的种族灭绝罪的肇事者们受到制裁，策划种族灭绝政策的幕后黑手法西斯知识分子们也应该受到严厉惩罚。美国财政部7月9日发表声明，宣布按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来制裁4名中共官员以及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局，其中包括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王明山以及现任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霍留军。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17日签署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并该法案正式成为美国法律之后，美国政府所实行的有实际影响的措施。我们为此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应该阐明一个问题：以上被制裁的4名中共官员和一个尸体是中共在东托吉斯坦所实行的种族灭绝罪的肇事者，是屠夫们。筹划和制定该种族灭绝政策的，策划和落实集中营等种族灭绝手段的是那些所谓的法西斯知识分子们。我们从真实事件来认识这些法西斯知识分子吧。2019年10月12日，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举办了题为“东土分裂主义理论来源与苏联因素”的节目，主要是围绕着中共在2019年7月份发布的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的内容来讲解中共对东托吉斯坦问题的观点。主持人邀请演讲人并介绍说，厉生先生是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实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的主编人。这时我就有点惊讶，因为我和厉生在媒体上已经打过交道了。也就是2019年7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题为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白皮书。接着7月25日，我在博讯新闻网上用中文发表了以中共的白皮书是在侮辱人类的精神价值为题的文章，来驳斥白皮书所提出的观点。那时我还不认识，也不知道厉生是白皮书的主编人，所以特别谨慎地听了他的演讲。演讲内容和我的反驳，我们等下一个节目里详细的做解释。首先，我们从厉生在演讲中所用的言辞来认识一下这个人的真实面目。他在答复一位观众的问题的时候说，维吾尔族有2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尊重权威，你只要比他官大，踢他2脚，他也没有意见的。第二个呢，尊重长者，这倒是传统。这是厉生原话。各位网友，我们把民族和信仰区别先放在一边，就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来问问自己，有朝一日，如果你当了某种程度的官儿，普通老百姓把你当人看，向你表示敬意的时候，你会踢他2脚吗？你忍心这么无缘无故的侮辱他人的尊严吗？看得出来，厉生和他的同谋
任性这么无缘无故的侮辱他人的尊严。这些法西斯在东突厥斯坦在维吾尔人家里做客的时候说，维吾尔人好客大方，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时候说，维吾尔人勤劳勇敢，能歌善舞。而今天在公开的场合，为了掩盖中共在东突厥斯坦所进行的反人类罪，而把维吾尔人向汉族人民和外界面前推崇为暴徒、恐怖分子，而毫不犹豫地造出谎言，并污蔑一个民族。同时，这也暴露了厉声等法西斯的真实丑面：黑心、恩将仇报、忘恩负义、心狠手辣和肮脏的黑面。尊重权威是一种社会现象，每个社会不等程度的存在。比如说，在汉语里，表示尊敬权威的词汇有叩见，意思是以磕头之礼拜见，下属对尊长的一种尊敬礼仪，或对德高望重的人的尊敬礼仪。恰恰相反，在维吾尔等突厥民族尊重权威的表达方式是，把右手放在胸部左边上面，也就是放在心口上，再低头点头而已，根本就没有什么叩见和叩头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讲，厉声的社会学知识等于零。他在东突厥斯坦研究了那么多年，甚至1993年到1997年任新疆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结果关于维吾尔人研究出了那么缺德的一个结论，不光是说明他没有社会道德，而且也说明他无知到连自己本民族尊重权威的方式习惯都不懂，真可耻。他在演讲中指责维吾尔知识分子和干部说，台上讲的都是拥护共产党，台下在家里的自己的民族圈子里，另外讲另外的话。我们现在把他们定为两面人。各位网友，大家应该记得，最近中共以两面人、对党不忠诚为借口，开始打压维吾尔高级干部，并扔进集中营。从厉声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了扩大打压维吾尔人的范围，而给中共策划出两面人帽子的，也是厉声和他的法西斯同谋。他在演讲中提到，根据厉声等法西斯知识分子在2006年的调查估算，享有民族意识的维吾尔青少年有250万到300万。这个统计不是白白做出来的吧？这个数字就是厉声和他的法西斯同谋供给中共策划集中营要扔进的最初人数预算。所以今天说中共关押在集中营的人数有500万是有证有据的。厉声和他的白皮书编写组和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有紧密的关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是成立于2000年的。2009年发生乌鲁木齐起雾事件后，北京政府为了酝酿新的治疆政策，调整了新疆工作小组。该小组找来了一些所谓的民族学专家，马荣、胡鞍钢、杨生明、胡良和、朱维群等人也参入了这个小组。这个小组首次召开会议是在2010年3月，第2次、第3次和第4次召开的时间分别是在2011年7月、2012年5月
和2013年9月。2013年，中南海再次召开会议，确定了以后的所谓新疆民主政策大调整纲要及习近平的治疆大略。但是，一开始各个方面秘密准备，采取中国人历来常用的手段，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然后一网打尽。由此，按照新的治疆大略和中央部署，张纯先开始以柔治疆，大鸣大放，放开学术研讨，讲话出国所需，对真正的宗教极端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认和安排他们走出东南亚，奔赴叙利亚，以便以后为维吾尔族贴上恐怖标签。果然，2015年11月13日，在法国巴黎市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2015年10月21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巴黎举行安全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刘结一在会议上推出东突厥斯坦的伊斯兰运动名称，并趁机使把东伊运列入为恐怖集团名单。这样，中共达到了把维吾尔人争取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斗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行为相提并论的目的。同时，中共政府开始了他们所谓的干部下乡蹲点工作。2014年起，每年20万党员干部去农村蹲点，与维吾尔族家庭同吃同住。后来，陈全国改为认亲，加大了力度。根据政府报告，2017年已有126万党员干部认亲，实际上是监督他的亲戚思想是否极端。熟知这些中共特务已经开始收集档案，汇报上级，以便起草逮捕人员名单，并加紧设立集中营，为第二步行动做准备。2016年，中共政府把西藏有殖民经验的陈全国派往东突厥斯坦，开始实施了他们早已谋划已久的方案。由此，大规模的逮捕行动突然开始了。一年间，知识分子、虔诚宗教信徒、艺术家、商人、企业家，甚至在内地很受喜爱的维吾尔球星都开始遭殃。待至2017年底，多达200多万人被捕，送去所谓的学习班，就是集中营。目前估计起码有500万之多。一瞬间，海外无数维吾尔人妻离子散，与父母失联。海外维族留学生和侨民家属被捕，基本上每个海外维吾尔都有亲戚被抓捕到集中营。据人民网2019年7月16日的报道，第7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7月14日至16日在新疆和田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这说明现在的组长是汪洋。再接着，2019年7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那么，上述经过充分表明，以厉声为首的白皮书编写组和中央新疆工作小组的成员们，就是中共所需要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模式，也就是包括对成年人设集中营、针对儿童实行通话教育等全面进行种族灭绝政策，
幕后策划的法西斯犯罪团伙。所以，在今后要采取的一系列更有实际性、全局性的措施范围内，这些幕后黑手法西斯知识分子们也必须受到严厉惩罚。